大家好，我係 Sky 冼嘉賢，嚟自香港國際貨櫃碼頭 HIT。我喺2021年加入 HIT，目前喺操作部嘅卓越流程組別擔任助理經理。喺呢4年入邊，我深深感受到團隊合作對於我哋工作嘅重要性。每一位同事都為我哋嘅成功貢獻咗力量，而正正因為有呢份團隊精神，先能夠推動行業嘅轉型同發展。回想當初入行，我同大多數嘅年青人一樣，以為物流同碼頭作業係一個傳統行業。但加入 HIT 之後，我親身見證同參與咗行業轉型。呢個轉型唔淨止係一個概念，而係每日都喺我哋碼頭發生嘅事實。就以無人駕駛拖車、吊機遙距操作系統同智能理貨呢啲技術為例，我哋正透過自動化、數字化同可持續發展去優化碼頭設施，提升操作效率。喺增強港口競爭優勢嘅同時，亦加強工業安全，改善前線同事嘅工作環境，減低碳排放，令 HIT 逐漸轉型為綠色智慧港口。喺 HIT 嘅短短呢幾年入面，我明白到現代物流業已經脫胎換骨，係充滿機遇同發展空間嘅舞台，俾年輕人發揮所長。所以希望更加多對科技、管理、未來充滿憧憬嘅年輕人加入我哋物流行業。我哋嘅工作唔單止係處理貨物，更係聯繫世界，推動香港經濟發展嘅重要一環。最後，我希望大家繼續攜手推動香港物流業嘅進一步發展，為未來嘅挑戰做好準備，共同迎接未來嘅機遇。Sky 年紀輕輕，佢已經展示出對物流業嘅熱誠同埋卓越潛力。佢積極推動多個智慧化項目，包括自動駕駛貨櫃車同埋吊機遙距操作嘅開發同應用，目的係幫助提升貨櫃碼頭嘅營運效率同埋生產力。評審委員會特別欣賞 Sky 可以樂於採用新科技同埋勇於接受新嘅挑戰。佢展示出新一代年輕人才嘅活力同潛力，係推動香港物流業邁向智慧化同可持續發展嘅重要力量。